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12月11号，眼光。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73篇1到28节，其中我们要来祷告的金句是在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竭，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好像是说明了人的结局，我们的身体最后总是那个是会毁坏，是会衰残的。但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好的身体，我们仍然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我们的结局，那会是走向与神同在，在那美好的地方跟神一起有敬拜，我们有复活的一个盼望，还是我们是那结局是在没有神的地方，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今天要来看诗人他怎么样子来经历人生的路程呢？可以看到诗人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搅动。我们看到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是什么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像是在开一台车，我们总是往前一直开，因为这是不可逆的旅程。但我们这台车很幸运的是有一个后视镜，也就是当我们眼前在看，眼前要决定前面的旅程到底要向右向左，甚至有很多条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后视镜，也就是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那个美好的事情，那个我们是怎么度过那难关的。那我们对此时此刻甚至到将来，我们的眼光就真的会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过去曾经经历上帝在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他怎么的带领。我相信心怀不平能够度过，或许不是环境改变，而是眼光不同。也就是我们有没有上帝的眼光，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那福分跟结局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诗人，其实他是一个这个亚萨的意思应该就是他是在圣殿里来服侍的。他有机会在圣殿服侍，在圣殿里面再一次将他的生命交在神手中，以致神让他看见那世代里面让他觉得心怀不平的，以致神怎么样子透过那属灵的高度而让他看见那个众人的结局。亚萨的诗，他是利未人，他进入到圣所之后，他看见那些骄傲的人，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发旺，但神带领他看到那结局，那个眼光看见，哇，这些人是沉沦哦，将来是沉沦。而也反观自己，反观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焦点的那个困境是在于，我们眼睛到底要放在哪里？我们到底生命中我们要着重在外在看得见这些物质的丰盛，还是那个要有神的属灵眼光才可以看得见那个内在属灵的那个平安跟丰盛呢？而那丰盛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平安。有那和谐的关系，我们跟自己可以和谐和好，我们跟身边的人至亲，我们身边这世代的人，我们可以有和好和谐的关系。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对呀，因为人家还可以去吃香喝辣，怎么乱七八糟的生活，而他们的过的感觉看起来好像很发旺，
但其实看那结果是很可怜的。神也要我们发旺的哦，是啊，这是他的祝福，让我们生养众多，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得以亨通。这个亨通是以神的眼光哦，也就是是不是可以荣耀上帝，是不是可以完成神的那个计划。神的完成的计划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历史中其实是可以看见的，而这个过程有神的同在，就像我们在神的圣殿，亚萨他在圣殿服侍神，利未人，他得着了神的安慰，他看见了那个结局。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73篇。一开始诗人就说，上帝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我只看见神所看见的，我在神的眼光看见神要带领的方向跟结局。那到了第16节，他就说，哎呀，我这心怀不平啊，如果我照这样子来想，这样来讲，对身边的人讲，我真的是愧对这世代的众儿女啊。接下来他说，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用眼睛看实在是很难的。17节是一个关键哦，直到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结局只有神的眼光才看得见，好不好？我们总是在生活中常常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就知道人生真的很像他20节说的，人睡醒了怎么看梦呢？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的影像。而神怎么看我们呢？23说，然而我常与主你同在，你搀扶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你。诗人用这样子来对神说，这也是一个祷告跟宣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吗？那第25节跟26节，我们一起这样来祷告说，除你以外，除主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除主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领受的神这样子的话语训诲，让我们再次的看清楚，我们心里的力量在于神，我们的福分是永远的，也在于神，以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结局。今天我们可能要做许多的决定哦，而那决定是很关键，因为接下来诗的最后说，看那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远离神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主而行淫的，他必要灭绝。但是亲爱大家，亲近上帝的是有益的。我以主耶稣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或许很苦，但以后日子过之后，我们再回用我们人生的后视镜，就会看到我们这一段心怀不平的日子，主带领我们越过，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福分跟结局。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从上帝眼光看见今天我们的困境，也看见我们生命的福分跟结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结局跟福分。或许我们有时会落在那个撒旦的试探中，误入歧途，求你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活出那永恒的盼望，
那个结局是美好，以致我们今天即便很苦，仍然能够喜乐来度日。我们明天见。